闊別2年嘅飛行大賽，今日喺啟德跑道公園舉行，吸引過千人到現場欣賞各隊參賽者陸續衝落去。好搞笑！邊個係嗰個天王小飛啊？飛行大賽顧名思義係鬥飛得遠，但睇各隊伍嘅造型，似搶鏡多過想勝出啦。中午時分，啟德公園已經企滿人，主辦單位將公園劃分為 VVIP、VIP 同埋公眾區，公眾區要靠大電視直播。睇人跌落水都幾開心嘅，我以為佢哋會 shoot 咁樣先動落去，點樣知個個一到邊就 shoot 咁樣跌咗落去，好玩嘅。咁入嚟第一次，俾佢睇多啲嘢，俾佢睇多啲嘢，創作嗰啲嘢咯。啲搞笑咯。公園有一大片草地，有人捉起帳幕同地席野餐。除咗地下濕咗，其他所有嘢都好滿意。不過賽事期間就發生咗意外，有非天龍黑俠成員跌落水後疑似遇溺，獲救時已經反白眼，要送院搶救。一仔希望佢吉人天相啦。